過班房一刻，跟你在花園之中黑路裏相逢。大概你比裏飛咗，看你眼睛都哭得驚腫驚恐。下半生不要屈到下個鐘，點稱呼你呀？我就叫 Gary 呢度有神秘嘢啱你用。未怕洗下左邊，洗下右邊，啲清水香過滿路面。但怕抄鬆啲的水話你靚仔得誇張，鏡子路上。若你不應盡飛，你係佢家，個碌執正夠盡就有得揀，只願你型到爆，冇佢都想喊。髮界幫你梳齊，細絲都梳齊，你唱得有緣，言早絕世，也許側音向上，人就有發圍，拿起咗幾嚿指甲仔，我要趕去貂田，順便揾老 Sir， 要走先林富輝，這一款優質清水每滴才600好抵。見係你不收咁貴。嗱，所以話呢，騙徒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，唔想好似頭先嗰位事主咁，因為頭髮唔整齊而失去一段姻緣，同埋唔見咗600蚊嘅話，我喺呢度提醒大家，返學嘅時候盡量帶少啲錢。因為每支維他嘅礦泉水只係賣緊3蚊咋，哇！真係一個轉手可以賣成200幾倍喎。好啦，我係時候要去按 duty 啦，拜拜。3、2、1，得啦，嚟，停。到白冇佢。只願你型到爆，冇佢都想喊。髮界幫你梳齊。